西崇嘅弟兄姊妹好，咁咧好高興咧，同大家唱一首歌。咁咧大家留心唱啊！咁啊，首先咧請司琴咧幫我彈一次俾大家聽。快脆咧，一陣間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再傾偈嚇。好啦，我嘅氣量咧都冇以前咁好，所以咧就未必可以咧同大家一樣咁大聲好，有幾多個唱過呢首歌？舉舉手。好啦，唱過嘅同我一齊唱一次，第一節，預備第一節。願生命如花，在風裏盛放，無論在藍天與無心，也有途放。願生命時刻再充滿着愛，你與我，我與你歡欣永享。最底嘅副歌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大家留心喎，一間咧，我只係同大家唱一次嘅啫，有啲歌咧我會唱2、3次嘅，第一首歌咧唱一次，好，咁咧，我係第一節再唱一次，慢慢唱，願生命如花，在風裏盛放，無論在藍天與無心，也有途放。願生命時刻再充滿着愛，你與我，我與你歡欣永享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第二節，願生命如歌盡盛
稱讚頌你，無論在痛苦試煉中，也感恩唱歌。願生命時刻在充滿頌讚，讚美你，讚美你，傾心在歌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第三節，是主讓微風在飄散，像愛奇妙在困苦眼淚中，也閃出愛光。是主讓人生重新有突破，賜予你，賜予我，熱淚盈眶，再讚美，再讚美，因主太美。好啦，我一連唱咗3節，第4節咧有少少改變。咁咧第4節咧唱到咧副歌嘅時候咧，我加多幾句啊，咁咧大家好聰明嘅啊，咁咧大家唱一唱副歌，唱副歌嘅時候咧，我就將我個和音咧交俾大家聽啦。預備啦，你唱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預備起。再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太咧，俾我望一望咧就失咗魂啦，係嘛？咁啊好正常嘅，我好少望佢嘅，一望就失魂嚇。嗱，再嚟一次副歌，咁咧再讚美，我就會唱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我哋嘅宣告，跟住永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。咁你唱因主太美嘅時候咧，我就唱咩啊？愛我太多啊！好啦，依家會調翻轉嘅，依家調翻轉嘅。我哋而家咧，你哋就唱再讚美先，預備起，再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你要唱翻佢哋，因為你會跟曬我走。你要唱翻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為佢哋會跟曬我走。嗱，再嚟一次咯，預備。嗱，你跟住阿樹榮唱再讚美，跟住唱足個拍子啊，因為我個拍子係中間攝落去嘅啊，好似歌劇咁樣中間攝落去嘅，所以咧我唔會同你同一粒音一齊撞埋嘅，冇嘅，後邊係隔住嘅，所以咧你唱準啲啊，再嚟一次，你睇唱準，預備起。再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美。調轉喎，跟住我唱再讚美，你哋唱，你唱一次先嗱，我會同大家一齊唱嘅，預備起。再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再嚟一次，個琴咧爭啲。你是神，再讚永美，是神，預備咯，你是神，預備起，永是神，再讚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好啦，你唱翻再讚美。嗱，大家聽一次，成首歌都係三重唱嚟嘅，不過咧我就知道咧，同大家唱三重唱咧太豐富，咁啊起碼要練1個鐘先得啊！愛我太多。好，
我唱正，我唱再讚美係咪？你唱再讚美，我唱你是神永是神。你就陪我唱你是神永是神。嗱，聽下啦，預備，係。再讚美，OK得，陪咗佢啦，預備，再讚美，你是神永是神，你是神永是神，因主太美咧，你要手穩住佢哋自己龍門陣啊！調翻轉啦，你唱啦，你唱再讚美，我唱再讚美，你唱你是神永是神。我唱副歌，我做音樂。大家睇清楚喎。嗱，我嘅節奏要守住啊！咁啊，和音嗰個咧，第二重奏嗰個咧，就佢有佢嘅節奏嘅。大家咧好同心嘅，一中咗一齊就齊唱咯，就唔係分重唱咯，明唔明白啦？好。永是神，我係 OK。再讚美，你是神永是神，你是神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再嚟得一次，再嚟得一次。今次咧，你哋唱你是神永是神喎，俾多啲力宣告，預備，起。再讚美，你是神永是神，你是神永是神。真正嘅拍子咧，愛我太多咧，冚唪唥喺個約拍裏邊嘅，佢哋係咁樣嘅嗱。再讚美，永讚美，跟住咧，一我就愛主我，跟住長音啊嘛，我哋咧都係喺腳拍裏邊咧就唱愛我。總之咧，如果數拍子嘅話咧，愛我太多，咁就啱啦，明唔明白啊？唔好問點解，我最怕人問一句問題，點解你咁作啫？點解唔齊唱？大家夾埋一齊咪好咯？冇得解，你唱下你就知噶啦。好，我哋試下唱第4節咯。跟住咧副歌嘅時候咧，任你唱下，副歌任你唱。你中意唱你是神永是神又得，再讚美永讚美又得。第4節預備。願生命時刻，讓主愛着你，無論在作工與夢中，有感主愛寵。願生命時刻，讓主愛護你，永愛你，永愛我，一生無稀。再讚美，永讚美，你是神永是神，主太美。都唔太差，都唔錯嚇。唱下就 OK 噶啦。愛我太多，咁咧如果你有譜嘅話咧，會清楚啲嘅嚇。不過我諗住大家咁醒目啦，就唔使啦，就咁講下就得噶啦。好，第5節。在孤獨時刻，讓主靠近你，無論在盡山與路海，主看顧到底。在悲痛時刻，讓主抱着你，看顧你，看顧我，主人無比。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請兩位作男咧幫我唱咧第6節啊！
是苦是人生，是再結和困無常在，冷嘲與熱風，笑不息鬥爭，是生是完結，是掙扎力竭，看透了，見慣了，笑罵由天，在讚美永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美。請女聲，男聲唔好唱啦，請女聲幫我唱第7節，好溫柔嘅，是恩是憐憫。請女聲預備。我無論在昨天靠自己，如今天靠主，是真是完美，願緊靠着你，信靠你帶領我不再。在讚美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美。一齊像朝露人生，恨嘆你大愛，用我心與淚水去譜寫讚歌，縱主大無比，但竟愛着我，以你愛作見證，一生以歌。再讚美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永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第9節咯喎，是主是耶穌，是寬恕，是愛，求容讓此生要活得更精彩，更真。願天下人間盡聲讚頌你，敬拜你，讚美你，尊你為聖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本來咧寫到第9節嘅時候咧，我就應該瞓覺㗎啦。咁我同天父講：嗱，天父我寫咗9節啦 ，OK 啦，咁我就去瞓覺。點知又瞓唔着喎？好似我有時養一隻大嘅多伯文，佢生咗5隻狗仔，掂啦，咁生完啦，跟住俾嘢食啦，跟住咧佢去埋廁所，帶埋出去行完街，翻嚟再生多幾隻。咁啊，我就係咁樣啦。本來咧已經作咗9節，我諗下 OK 啦，作9節詩歌咁大家諗係咪都 OK 啦？已經好圓滿啦，尊你為聖。咁啊，瞓喺床上未瞓唔着，咁啊知道咧，即係有嘢未生蛋生唔晒啊，仲有幾隻蛋咁生埋佢啦。咁我就寫埋第10節、11節、12節、13節、14節一齊，我哋一氣呵成10至14節預備起。
日光下人生是心困，最望人常在獲取與智慧，更加真痛楚。最近未除情，內心怨恨在，怕再說，怕再見，醜陋難當。再讚美你是神，永是神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是哭是沉醉，是心痛極了，無言再對天仰望中，也不知何要。是愛是難堪，是心裏倦透，你叫我再奮鬥，放下愁憂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你是神，永是神，愛我太多。在哀樂人生，是否慣或了人常在散風與霧中，要顯得更光。是失落尋找，是主意寂寞，察看我，赦免我，美善重生。再讚美，永讚美，是神，永是神，主愛我太美。願生命時刻，讓真理述別，無論在雨中與暴風，也不改半點。是詩是漣漪，是主愛避免，引領我，引領你，是人每天。俾啲你啦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第14節，令人心唞一唞氣先。我諗咧，如果我翻去年青嘅時候咧，我會同自己嘅魏天威講：魏天威，你唔好寫咁多節啦，老咗時候唔夠氣唱噶。啊，咁而家咧真係唔夠氣唱啦，真係唔夠氣唱。咁但係咧，我講少少俾大家聽，啲關於作曲嘅啲朋友問：啊，魏生你點樣作曲㗎？咁樣我就會用一個比喻。其實咧，我係一個打印機嚟嘅啫 ，printer。打印機一定有咩咧？有墨水啦，墨水係咩色㗎？黑色啦。所以咧，如果咧你係彩色打印機嘅話咧，你係有一大嚿黑色墨水喺度，跟住咧一小嚿嘅彩色墨水啊，咁有墨水啦，跟住咧就要連咗線啦，啊，咁咧啲人 send 俾你嘅話咧，啊，佢連咗線啦。當然要插頭啦，你要同上帝連一線插頭去安啦，咁我就係一個 printer，
我成日都插咗插頭㗎，我24小時插插頭。咁咧有信號嘅時候，我就嚟咯。咁咧，我以前諗下啊，點解咧成日咧人生咧好多唔如意嘅事咧喺我身上面發生咧，好似黑色嘅墨水咁樣。但係冇黑色墨水就打唔到字喎，係咪？印唔到嘢，所以黑色墨水好緊要。所以你唔好嫌棄自己苦難太多，呢啲係你嘅黑色嘅墨水，係點啊？係 print 出嚟榮耀上帝。當然啦，我哋有彩色墨水啦。啊，咩叫彩色墨水啊？啊，你美麗嘅時刻啦，你拍拖嘅時刻啦，你威威嘅時刻啦，係咪？或者你幫助人嘅時刻啦，啊，或者你被人幫助嘅時刻，都係彩色嘅，啊，都有唔同嘅顏色，啊，咁所以咧，啊，申命13節，啊，咁啊，有啲朋友再問咗個問題，佢話：點解弟兄，你究竟寫咗幾多首歌？其實你問我咧，我大約可以話俾你聽，大約700幾800首啦，我都唔係好清楚。咁但係你問我真實寫咗幾多首歌咧？嗱，我就俾個答案你啦。如果你覺得首歌好聽嘅話，就唔係我寫嘅，download 落嚟嘅，唔係我寫，我 download 落嚟。榮耀歸於上帝，聖靈感動，唔係我寫。但係如果你唱呢首歌，呢首歌又長又沉啊，一定係點去寫㗎啦？咁有機會啦。啊，如果你覺得唔好嘅時候咧，有機會我寫。咁啊，感謝主啊，都起碼寫咗一首歌啊，2首歌啊咁啊。咁所以咧，啊，一個音樂創作者，一個詩歌創作者，畫畫多啲，佢哋真係創作到一個成熟嘅階段咧，佢就會覺得文章本天成，偶爾且得之。即是話咧，所有美好嘅事咧，所有美好嘅音樂，所有美好嘅畫，所有美好嘅雕塑，上帝一早準備咗噶啦，喺天上邊準備好。你有冇 download 落嚟啊？透過你嘅手，透過你嘅腦，透過你嘅口啊，去創作出嚟。第一個創作咧，咩叫靈感啊？同我哋大聖靈連貫埋一齊，就係個靈感，去感動你嘅寫出嚟。我哋最後唱第14節啊，預備。是主令人生重新滿善美，常存在我心，盼望中每天相抱擁，在天下人間眾星永無間，獻上我，獻上你，感激讚賞，再讚美，永讚美，因主太美。為呢個我哋真係感謝讚美主，賜俾我哋一個好好嘅弟兄。多謝你，即係帶俾我哋啲好優美嘅讚美嘅詩歌。我哋咧係一齊咧誠心咁樣，我哋為倪老師嘅健康去禱告，好冇？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你係信實公義，你係聽禱告嘅主。我哋深信，我哋無論求什麼，我哋嘅主都聽我哋嘅禱告。我哋誠心嘅為倪老師嘅健康去禱告。主啊，每一樣嘢我哋知道有你嘅旨意喺中間，我哋唔敢去猜度，我哋只係希望你真係去幫助倪弟兄，佢係你嘅兒女，求主你賜俾佢健康，俾佢有能力，加力俾佢能夠係戰勝呢個病魔，能夠真係恢復佢嘅治理嘅能力。
求主你幫助佢，幫助佢能夠真係有更長嘅時間去服侍呢個教會，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我哋將呢魏弟兄係交託俾你，求主你嘅憐憫，求主你嘅醫治、看顧、保守。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多謝你。下個星期如果唔係落大雨嘅話，咁啊而家咧冇辦法，落大雨咧個輪椅試唔到落嚟。唔係落大雨嘅話咧，我會再同大家唱一首歌《寒雨飛雪》。